想象下，你行入深水埗福榮街，陣除係咩味？以前係陣陣滷水香、豬油渣嘅甘香，但而家網上面最熱門嘅關鍵字，竟然係屎味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就係嗰間曾經被吹到上天，攞埋米芝蓮推薦，排隊排到街尾嘅神級車仔麵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行入呢個深水埗嘅核心，拆解下一間老字號係點樣由神壇跌落嚟，甚至陷入一個香港老字號最驚嘅死亡螺旋。講起深水埗，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電子產品或者係啲窮人恩物，但呢10幾年嚟，呢度變咗做食街。而喺呢條街入面，有一間車仔麵店簡直係傳奇。諗返起2010年、2011年嗰陣，佢仲係一間細細地縮喺一角嘅鋪頭，嗰陣時食碗麵真係一種享受。點解？因為佢嗰陣真係有用心去做，佢啲大腸洗得乾淨，滷水入味，啲豬皮索晒汁，最重要係咩？係嗰份深水埗價錢。但係去到2026年初嘅今日，一切都變晒。最近網上面瘋傳一單嘢，有客食下佢哋最出名嘅滷水大腸，竟然食到陣好濃烈嘅，好似排泄物咁嘅味。呢件事如果發生喺一間普通街坊小店，可能大家會覺得係一時失手，但發生喺一間收緊中環價位嘅老字號身上，呢件事就演變成一場公關災難。大家開始翻舊賬，話呢間店而家啲大腸唔單止唔乾淨，仲要係又韌又冇味，甚至有人話食到未洗乾淨嘅內臟組織。你話一間賣大腸賣到出名嘅鋪頭，竟然喺最基本嘅清洗同處理上面出事，呢個係咪代表佢哋已經唔再尊重自己嘅招牌？我哋睇返數據，而家2026年深水埗一碗車仔麵如果揀3、4隻餸，加埋杯嘢飲，閒閒地要成80-90蚊，甚至過100蚊。你試諗下，呢度係深水埗喎，係全香港最窮嘅區份之一。你收緊同中環置地廣場同金鐘太古廣場差唔多嘅價錢，但你俾我嘅係乜嘢環境？係嗰啲坐得好逼，地下油淋淋，台面黏黐黐嘅環境。如果你啲嘢食係神級，我或者會忍，但問題係而家啲嘢食唔單止冇進步，反而係大倒退。呢度就涉及我所講嘅死亡螺旋。一間老字號通常點樣步向滅亡？第一步就係名氣大過實力。當一間鋪頭攞咗米芝蓮，或者被班旅遊靠瘋狂吹奏之後，老闆就會開始心紅。佢哋會開分店，或者將原本嘅鋪頭擴張再擴張。為咗應付咁大量嘅客源，以前嗰種慢工出細貨嘅製作方式就消失咗。以前滷大腸可能要洗幾個鐘，滷幾個鐘，而家為咗快，可能係工廠預製，或者係草草了事。第二步係成本壓力轉嫁。呢幾年香港租金雖然話回落咗啲，但深水埗呢啲名店嘅租金依然係天文數字。2022、2023年嗰陣，好多鋪頭因為疫情之後想追返啲數，就不斷加價。但加價之餘，佢哋又想慳成本。點慳？咪係食材度攞。以前用鮮肉，而家用冰鮮肉；以前用靚辣椒油，而家用大桶批發貨。個客唔係傻噶嘛，一入口就知咩事。第三步，亦係最致命嘅一步，就係態度崩壞。好多香港老字號都有個壞習慣，就係覺得自己大晒。你排隊排得辛苦係你嘅事，我收你貴係我嘅價值。你食到有問題，我仲要鬧返你轉頭。最近嗰單屎味風暴，最令網民憤怒嘅唔係陣味，而係嗰個店員甚至係管理層嘅態度。當個客反映大腸有味嗰陣，佢哋竟然係一副你識唔識食㗎，或者係咁㗎啦嘅樣。呢種傲慢就係將最後一點人情味都磨滅埋。大家記唔記得喺2018年、2019年嗰陣，我哋去食老字號係為咗份情懷，但情懷係要建立喺質素上面。如果你一碗麵賣到60幾70蚊，我喺深圳可能已經食到餐好豐盛嘅牛肉火鍋，仲要有埋服務。2025年開始，香港人大規模北上消費，呢件事對呢啲恃寵而驕嘅老字號打擊係最大。
因為大家有咗對比，大家發現原來唔使受氣，唔使食垃圾，都可以有好嘢食。深水埗呢間車仔麵嘅案例，其實係成個香港飲食業嘅縮影。好多老字號都面臨緊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接手嘅問題。如果接手嗰個只係想揾快錢，將個品牌變做一提款機，而唔係傳承嗰份手藝，咁呢個品牌好快就會玩完。2026年嘅今日，資訊太發達，一個負評或者一條屎味大腸嘅片，就可以摧毀你幾十年建立嘅商譽。我哋再睇深啲，呢種死亡螺旋仲包括咗一個惡性循環，質素下降導致熟客流失，熟客流失導致收入減少，收入減少導致老闆更加想加價同縮皮，然後質素再下降，最後吸引到嘅只係嗰啲一世人只會食一次嘅遊客。當遊客都覺得你唔掂，覺得你係湯客嘅時候，呢間鋪頭就真係行到盡頭。依家福榮街啲鋪位換手換得好快，以前啲老店可以開20-30年，甚至40-50年，好似嗰啲賣竹升麵嘅、賣缽仔糕嘅。但呢間車仔麵，如果佢再唔正視呢個衛生問題同態度問題，佢個神話好快就會破滅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細路，你老豆帶你去食一碗有屎味嘅車仔麵，你大個咗之後，你仲會唔會對老字號呢3個字有任何憧憬？其實香港人好簡單，我哋唔係唔願意俾錢，我哋係唔願意俾錢買難受。2024年、2025年嗰陣，大家講緊軟對抗，而家2026年，大家係直接用腳投票。如果你仲係守住嗰套我係老字號我大晒嘅思維，唔好意思，呢個時代已經唔再屬於你。深水埗嘅神級地位，唔係你自封嘅，係街坊一啖一啖食出嚟嘅。當街坊都話你唔掂，你就真係乜都唔係。我希望呢篇稿唔單止係講一間車仔麵，而係俾所有喺香港做餐飲嘅人一個警示。唔好忘記你當初係點樣起家，唔好忘記你第一日開門嗰陣，嗰種想俾好嘢客食嘅初心。如果你只係見到錢，而見唔到碗麵入面嗰大腸洗得乾唔乾淨，咁你個神壇跌落嚟只係時間問題。2026年嘅香港，我哋需要嘅唔係更多嘅名店，而係更多有良心、有質素、有尊重嘅好店。深水埗嘅傳奇唔應該由屎味嚟做終結。大家之後去食嘢，真係要帶對眼去睇，唔好再被嗰啲所謂嘅神級光環蒙蔽。老字號係要用時間同汗水去守，而唔係用嚟消費同揮霍嘅。睇返呢間鋪頭，如果佢仲想救返自己，第一件事唔係揾靠拍片洗白，而係真真正正落去廚房睇下嗰啲大腸係點洗嘅，睇下嗰啲湯底係點熬嘅。甚至老闆應該自己親自試食每一批貨，感受下個客食緊啲乜。如果連老闆都頂唔順嗰陣味，點解你覺得客會守？香港嘅飲食文化好珍貴，車仔麵更加係我哋嘅集體回憶。我真係唔想見到呢啲回憶最後變成一個個笑話，或者係一個個令人反胃嘅故事。深水埗呢個充滿生命力嘅地方，值得擁有更好嘅味道。至於嗰間跌落神壇嘅鋪頭，如果你仲唔醒覺，咁你嘅死亡螺旋就真係會轉到去最後一刻。大家下次去深水埗，如果仲想食車仔麵，記得揀啲真係用心做，真係當客係人嘅小店。名氣有時真係聽下就算，最重要係你條脷同你個胃嘅感受。畢竟我哋辛苦揾嚟嘅錢係用嚟買享受，而唔係用嚟買氣受，更加唔係用嚟買屎味嘅。希望有一日我行返入福榮街，聞到嘅係嗰陣令我流口水嘅滷水香，而唔係網上面講嘅嗰陣味。老字號，請珍惜自己羽毛，唔好等無咗先嚟後悔。呢個世界冇乜嘢係必然嘅，包括你嘅生意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心目中又有冇邊間老字號係你覺得變咗質，或者係你覺得仲守得好辛苦但依然好食嘅？其實香港嘅味道係要靠我哋呢班真正識食、真正要求質素嘅人去守護。唔好縱容啲劣質店鋪，就係對好鋪頭最大嘅支持。2026年，我哋一齊做個精明嘅食客。呢場屎味風暴
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諷刺。一間賣平民美食賣到變咗貴族美食嘅鋪頭，最後竟然敗喺最平民嘅衛生問題上面。呢種荒謬，正正反映咗某啲老字號喺擴張過程中嘅迷失。佢哋以為只要有嗰個招牌，無論做成點都會有人買單。但事實證明，香港人嘅忍耐係有底線嘅。當你收緊中環價，你就必須提供中環，甚至係更高嘅質素。唔好再同我講咩租金貴、人工貴，呢啲係全香港都要面對嘅問題。點解有人可以做到，你做唔到？點解有人可以保持初心，你要變質？深水埗車仔麵嘅神話破滅，唔係因為經濟唔好，而係因為人心變咗。我真係希望呢間鋪頭嘅老闆可以睇到呢段說話。你以前啲麵真係好食，你以前啲大腸真係好正，搵返嗰種感覺啦，唔好再喺死亡螺旋入面沉淪落去。深水埗需要嘅係神話，而唔係笑話。2026年嘅夏天就嚟到。希望到時深水埗嘅空氣會變得清新啲，唔好再有嗰陣令人尷尬嘅味。我哋食嘅唔單止係一碗麵，而係一份對生活嘅堅持，對香港呢片土地嘅熱愛。如果連食餐飯都要步步為營，咁呢個城市仲有乜嘢值得我哋留戀？大家記住，老字號唔係大晒，好食就支持，唔好食、態度差、衛生劣就應該直接列入黑名單。唯有咁樣，香港嘅飲食業先至會有進步，先至唔會被呢啲死亡螺旋慢慢吞噬。深水埗加油，香港人食得精明啲。諗返起呢幾年，深水埗呢條福榮街真係見證咗好多起起落落。2017年、2018年嗰陣係呢間車仔麵最高峰嘅時期，每日門外排隊嘅人龍閒閒地要等成個鐘。嗰陣時雖然都要等，但大家排得心甘情願，因為知道入到去嗰碗麵係對得住個等待嘅。但去到2021年、2022年，隨住分店一間接一間咁開，味道就開始變咗。呢種擴張病係好多香港老字號嘅通病。佢哋以為只要個汁係一樣嘅，喺邊度整都係一樣。但佢哋忽略咗車仔麵嘅精髓在於嗰種火候同埋對細節嘅執着。你喺大工廠整出嚟嘅滷水大腸，同喺鋪頭細火慢煨出嚟嘅，絕對係兩回事。2026年嘅食客，條脷已經被寵壞咗，或者話被磨練到好精明。你用工廠貨嚟充數，大家一食就知。仲有啊，講到價錢，2015年嗰陣30-40蚊有一碗豐盛嘅車仔麵，而家2026年初去到80-90蚊。呢個升幅遠遠超過咗通脹，更加超過咗一般打工仔嘅人工加幅。你收得呢個價，你就入咗精緻餐飲嘅賽道。喺呢條賽道入面，客唔會再因為你係老字號就對你寬容，相反，佢哋會用最高嘅標準嚟衡量你。當你發現你俾咗成100蚊換嚟嘅係一個面咗咗嘅侍應，一隻有黑邊嘅碗，同一有屎味嘅大腸，你嗰種心理落差係會變成憤怒嘅。呢種憤怒會轉化成網上嘅負評，而負評會影響到嗰啲原本想慕名而嚟嘅遊客。呢個就係死亡螺旋入面最無情嘅一部分，你嘅名氣變成咗你嘅負累。我見到有啲老一輩嘅老闆會話，而家啲後生仔唔捱得，啲嘢梗係冇以前咁好。呢種話真係好唔負責任。如果老闆自己都唔肯落場監控質素，如果你只係想做甩手掌櫃，咁點解你要怪啲員工？餐飲業係一個勤行，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嘅。你懶咗，碗麵就會話俾人知。我諗返起2019年嗰陣，香港雖然好多事發生，但大家對食仲係有一份堅持。去到2026年初，呢份堅持已經變咗做一種防禦。大家去食嘢之前要睇 OpenRice， 要睇小紅書，要睇 YouTube 評論，驚死中伏。點解食餐飯要食到咁辛苦？點解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，隨便入一間鋪頭都係有質素保證嘅？呢間深水埗車仔麵嘅故事，其實係一個悲劇。
佢曾經代表咗深水埗嘅草根精神，代表咗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嘅香港夢。但而家佢代表嘅係一種貪婪同埋傲慢。當一個夢想變咗質，佢散發出嚟嘅味真係比屎仲臭。我希望所有想做或者做緊老字號嘅人都可以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如果你個招牌跌咗落嚟，你執唔執得返？相遇呢樣嘢，建立要30年，摧毀只需要30秒。嗰條屎味大腸嘅片，可能就會成為呢間鋪頭永遠抹唔去嘅污點。2026年，香港人需要嘅係真誠。我哋唔需要啲咩華麗嘅包裝，唔需要啲咩米芝蓮嘅貼紙。我哋只需要一碗熱辣辣、乾乾淨淨、價錢公道嘅麵。如果連呢點都做唔到，咁呢間鋪頭真係可以喺歷史入面消失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如果你係嗰間鋪頭嘅老闆，或者你係嗰度嘅員工，如果你仲有一絲對呢份工作嘅熱誠，請你哋正視問題，唔好再用傲慢嚟回應批評，唔好再用租金貴嚟做藉口。返去廚房，由洗大腸開始做起，由對個客笑一下開始做起，或者呢個死亡螺旋仲有機會停低。如果唔係，等到2027、2028年，福榮街可能仲係咁熱鬧，但嗰個位置已經唔再屬於你。老字號嘅光環唔係永久嘅，佢係要用每一碗麵嚟續命嘅。深水埗嘅神話不應至此，香港人嘅胃口亦唔應該被咁樣對待。我哋一齊期待有一日，我哋可以再次喺深水埗揾返嗰份真正嘅純粹嘅神級之味，而唔係喺呢度拆解緊一間老字號係點樣死於自己嘅傲慢同腐敗。呢篇口播稿係我對呢間鋪頭嘅最後一點期望，亦係對成個香港飲食業嘅一個小小呼籲。大家共勉之。